嘉义市较早因为有阿里山的林业资源真丰富，所以这嘉义呢有木岛的称呼。为了要让这项文化会当继续发展落去，嘉义市政府配合着这嘉义大学有开木工人才培育课程，希望大家做伙来传承这项传统的工艺。工厂内底每一位校员，正认真咧处理手头的材料，这一片一片的茶，拢是完成回汤备用的物件。嘉义市文化局甲嘉义大学开办木工人才的培训课程。文化教功夫，嘛教民众来日本国产茶。木工的这种传统的产业逐年的没落，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计划，再来康回执行，然后来振兴我们的相关的产业，也把这些传统的技术，能够一直延续下去。不管为家具，为像古迹的修复，还是为用的花窗这部分，咱尽量会当来用咱台湾家己生产的木材。互咱台湾的木材会得到愈多人来介意、来使用安尼。计划主持人表示，之前课程的内容拢是以建筑甲家具为主，这届规划回汤的课程，要来教校员学习更较有路的功夫。要做这汤花是较有路，所以伫基本功的时候，为磨刀啊、要锯的时候，基本上拢是靠手工，所以一开始就会感觉。会较认真，所以这届同学感觉讲，跟咱较困难安尼。开始也有基本的东西，可是它后面就会比较，针对于比较精细的东西。计划主持人讲，要做这种传统的技术回汤，需要真侪时间，所以要做的人是愈来愈少。希望透过课程甲实际操作，让校员增加相关的经验，嘛，让这项传统的工艺会当继续来传承。记者李慧婷，嘉义报道。